自律。现在这个网络时代，各种信息媒体充斥着我们的感官。根据2022年的一个报告，中国人平均每天用手机的时长接近5小时，大部分用户主要用手机刷视频，还有相当多的人玩手游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自律对我们来说尤为关键。自律就是经常观察自己，提醒自己，比如常常打心自问，我在做什么，有什么起心动念，今天为什么要出去，会不会太颓废，像这样时时对自己加以观察和提醒，让自己尽量专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否则随心所欲放任自流，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成功。曾子说，吾日三省吾身，成功的人一般都非常自律。那些有威望有远大理想的人完全不同于普通人，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，会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十分精准，然后严格按照计划去执行，该做的事情就一直坚持下去，从不会找任何借口或理由放弃。但有些人觉得自律或自我观察是一种压力，一种约束，是不自由不开放，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行为。实际上，如果理性的观察，就不得不承认，一个人丧失了自我约束，成功只会望尘莫及，甚至还会犯下很多追悔莫及的错误。所以我们一生都需要自律。如果我们把自律当成习惯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按时做事，按时学习，就能减少很多烦恼，身体会健康，内心也会充满喜乐。